大家好，今天带领大家一起走进东南亚内陆国家老挝。老挝面积23.6万平方公里，比湖南省稍微大一点，是一个没有港口的内陆国家。老挝是一个多民族国家，共有49个民族，800万人口，华人约占3万。典型的地广人稀，森林面积覆盖率高。靠近中国的北部为山区，气候与云南省西双版纳州接近，公路依山而建，颇多湾急。万象以南地区为平原，道路笔直，经济以农业为主，工业基础薄弱，对外实行开放，吸引外资。中国人来老挝主要参与：一、基础设施建设，比如水电站、高速公路、铁路；二、绿色农业种植，比如规模化种植香蕉、西瓜、甘蔗等。合作模式主要为2+3模式，简单的说就是老挝方提供土地、劳动力，而中方提供资金、技术、管理。三、服务业以湖南、四川的居多，主要是手机、5G 建材、摩托车组装、超市、餐饮、住宿等。老挝人的收入，2018年老挝经济增长率为6.5%，GDP 约为179亿美元，人均为2599美元。在老挝聘请当地工人，工资约为600到1000元人民币左右。老挝人大部分信奉佛教，生活节奏慢，时间观念不强，乐于享受。穷却容易满足，拒绝加班，没有改变命运的动力，典型的赚1分花2分。下期讲为什么老挝人穷，幸福指数却很高。抖音、